在地前来看南投德山有一间圣义庙，拜圣义元帅洪基公，是全台湾唯一手提火枪的神明。讲这个洪基公是清朝的一个捕快，等于是现代警察的神脉。真侪咧办案的警察拢会去甲参拜，民众若有物仔碰见呢，嘛拢会去拜请洪基公来斗找。即摆疫情还阁真严重，庙方特别为洪基公的神像来进行着开光的仪式，而这个庆岁来点炮啊，祈求洪基公会当保庇台湾。讲顶一届哦，这个神像开光已经是36年前的代志咯。好，来，开。庙方人员经一个好时辰，手提线香，甲神像庆岁的炮啊点互到。砰一声，上阵神像开光，附近的民众拢真惊喜，因为大家唔捌看过神像开光仪式。之前是听过这个老一辈人这样讲，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看这样。这个神像真无简单，因为伊的主人是全台唯一的提称神明圣义元帅。圣义元帅讲号做洪基公，传说伊的前身本名叫做苏阿乖。清朝时是婚姻关的一位捕快，专长是消灾除祸，协助找碰见的物件。远景办案或者是民众物件无去，拢会来求洪基公斗相共。是遐步穿的哦，是代表正义的一个象征，尤其是大人有当嘛定常咱来遮求神问法，讲介奇怪。这个按换什么方向来找，找开着开人破案。因为最近全台湾疫情继续来传，庙方专工为圣义元帅申请开工，祈求保庇台湾。顶一摆申请开工已经是36年前。台湾的疫情吼，咱疫情吼，咱紧拍过，咱今仔所有所在规个拢开工，感觉还蛮新奇的。希望之后能保佑疫情退散啊。到那最近真情的电影，这少大的一支枪，36年了后重出江湖，大家拢希望提称的神明洪基公会使来解除疫情，让大家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